客戶咧傾得幾投契，諗住賣成到單，但係結果咧你等到無聲無息。如果你都係咁，記住睇到最後，其實客戶唔落單唔一定係你產品問題，有機會係你嘅手機號碼磁場藏有變化或者突發嘅組合，導致同人合作嘅能量斷斷續續。咁呢類嘅能量令人猶疑心大心細咧，做唔到決定咧，啲客戶好似永遠都爭一步就簽約。如果可以轉化成功再加貴人嘅組合，就會提升對方嘅信任感，容易啲就一擊即中，事半功倍。咁啊，之前有個客咧係做品牌顧問啦，講 proposal 講到口水都乾啦，但係客戶咧都只係講句考慮下啦。佢話每次開會完咧，我都覺得自己唔夠說服力，好灰。後來幫佢分析電話號碼，發現佢突發組合太多嘅。調整咗2星期之後呢，佢就報喜，竟然連續簽咗3單。咁如果你都想成交量蒸蒸日上呢，留言呢 Lucky， 咁啊幫你揾出成交嘅障礙啦。